接下来鏡頭，共用我帶大家來看，共用係所在嚴重嘅神木村，南投縣新義鄉嘅神木村，對10多年前嘅火爆風災發生過後，就開始有遷村嘅想法。唔過土地嘅管理機關台大森林林，當初規劃本神木村民用嘅土地，竟然佢哋曾有人開嘅好巴士，當地嘅居民就都不滿。故所也擺嘅協調會，神木村民再個提出，佢哋搶希望政府做得本大家一類，做得黑的等人嘅素材。你那边是让我们全部湮灭吗？所以像台大人这种心态，可以吗？这么个神木村的村民，伊講到台大10年拿就案件，因為新義鄉大部分的地仲係幫台大管的，不過到15年前的遷村計劃，台大10年拿規劃嘅前有蘭溪和巴船的呢啲地，係幫神木村村民來帶。村民講，該在登記時，他自家冇同意，啊冇列下強款冇為何帶。因此安尼，土地辦協調會後，神木村的村民當3萬去堅持，到台大10年拿同下人連起後輩的土地，啊做永久好大的位數。地辦村民有希望盡量做搬出來現時連嘅背後啦，佢特別讓看到有下安全啦，現時你特別講到下面啲。係咪試啊？佢俾咩講就牛叉料係咪？佢都冇適當大家拜啊！最後出嚟有關單位簽到人嘅整治，呢啲連嘅背後要有適當啦，嗌要求出一樣啦。另外，神木村嘅村民咪講，因為他自家總係做農，但係動物曬出來，雖然人係帶動安全，不過安全在於耕種來落實。對村民嘅呢種想法，南投縣議會必須將咪強調，基建同縣政府參詳過兩個問題。我哋就種可嘅事法，我哋成包兩萬。萬一多家人哋搶出去到我哋就受災同快當真嘅，佢當然係出嚟人安全，人安全啲我會帶啦，我哋就先包啲啦。呢個問題我哋曾經要勞縣政府討論過，縣政府嘅意思講，只要係有啲農民耕作嘅素材搶同一定要搶。因為呢係第2擺協調會，所以更係希望是得到居民的共識，能把安全來聽取村民做到一個清晰的要求，並且呢有一個安全的位置好帶，還係要看台大10年拿安全做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